騎呢地獄 style， 地獄騎呢 style。大蛇屙尿，我的時哥就見得多啦，因為我每日去廁所都見到。但係大蛇吐霧，仲要係公開吐霧嗰隻就真係未見過。因為會公開吐霧嘅人唔係痴漢就係癲佬，而我有幸就未遇過。不過喺11月28日，深圳一個叫做藝術小鎮嘅地方，就有7位貌似龍心咁型仔嘅猛男，戴住面具，對住一個金毛長髮眼大大水汪汪全身赤裸嘅吹氣公仔喺度鬥快打飛機，仲話呢個係世界智慧大賽，要人多啲智慧去防止艾滋。呢度比賽真係非常之騎呢，十分之九唔搭八。我的時哥真係想問問，乜智慧都要人教嘅咩？係咪當我哋強國子民冇晒智慧呢？呢個世界真係千奇百趣，無奇不有，真奇到 O 嘴。騎呢地獄 style， 大陸假貨多不勝數，地獄騎呢 style。假貨真係可以令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㗎。最近重慶一個劉姓嘅年輕男子，因為生意失敗，爭人70幾萬唔夠錢還，於是決定服毒自殺。佢隨手落街買咗20樽老鼠藥返嚟食，諗住自殺。可能佢都擔心老鼠藥藥力唔夠，所以一次過食20樽老鼠藥，以為應該可以死得去啦。點知過咗成晚，居然都死唔去喎。第二日只係全身抽搐同埋嘔吐，好唔舒服咁樣。結果一心想死嘅劉先生，始終都係敵唔過唔生唔死嘅煎熬，於是唯有打電話向媽媽求助，叫佢幫手叫救護車，將佢送入醫院搶救。大家要知道，事主劉先生係生活喺大陸噶，而佢所食嘅老鼠藥仲要喺地攤買返嚟，唔使諗買返嚟嘅實係假藥啦。經醫生檢查之後，佢只係輕微中毒，因為無良商人製藥嘅時候落唔足料，份量唔足以致命，所以救返劉先生一命。不過事後劉先生家屬亦都報警舉報賣假藥嘅地攤，於是警方就將賣假藥嘅地攤攤主帶走咗啦。如果要問大陸有啲咩假貨係安全嘅話，可能大陸嘅毒藥應該係最安全嘅。騎呢地獄 style， 嗰邊廂喺中國深圳，有人唔插吹氣公仔，反而只係對住吹氣公仔打飛機。呢邊廂係歐洲大國德國，仲變態啊！有人開咗間叫做色情動物園嘅東西，係咩東東呢？就係只要你有錢，就可以同各式各樣嘅動物性交，包括雞、牛、豬、馬同埋鵝。喺平時你食落肚嘅食物，依家全部通通變晒你嘅性伴侶。諗起同炸子雞做愛，同陳記燒鵝肛交都認真變態。而當地最受歡迎嘅坐台小姐，唔係坐台動物，又係咩呢？騎呢地獄 style， 噔噔噔噔，就係山羊同駝羊。下次食羊腩煲嘅時候，千祈唔好諗起呢單新聞，因為你會嘔都嘔唔切啊！地獄騎呢 style。哇！繼重慶市雷冠熙女政府嘅淫褻視頻曝光之後，最近再有一位內地嘅官員被揭發有淫亂事件啊！今次事件主角就係達縣嘅縣委書記李春啊，佢被係揭發同9名嘅情婦一齊出去玩10P啊，被譽為中共性能力最強嘅官員。今次事件係透過係網友從微博入邊將佢同埋一啲情婦嘅照片係散播出去，跟住再俾係網民紛紛轉載，而揭發呢一名官員嘅淫亂事件。而內地嘅公安再調查之後揭發咗李春原來有成17億嘅人民幣存款，而且仲有多處房產，堪稱為共產黨官員嘅典範啊！原來佢仲曾經被稱為呢個中國優秀黨員、四川省風雲人物。唔知道佢呢件事件嘅被揭發嘅原因，唔知係咪又同薄熙來事件嘅後續有關呢？呢件事真係耐人尋味啊！騎呢地獄 style。